客运欠工的问题有关无解决。根据着统计，公共汽车客运业请员工的人数是创下新纪纪录，逐个月总工时是超过198点钟，这是排伫咧运输业当中上悬的。交通部公路局表示讲，除了协助业者，互因停载的补助，劳动部嘛打算要来修法，要开放大客车、客运、公车拢会当请交外省来做司机，按算6月会公告。完成准备进步写报表，大客车驾驶准备好了后，出发上路载客。公车密度是全台湾第一个上北。疫情了后，一直出现大欠工，上北为今年开始补贴运价，附带担书要求业者爱回驾驶加薪8000。目前观察人才流失有卡登好。如果以人车比1.26来计算的话，那驾驶长的缺额大概是600多位。那另外的话，我们也一直在做的事情是透过民众上下车刷卡的资料来检讨公车营运路线，不管是班次或路线的一个检讨，让它的一个营运效率能够提升。交通部公布去年运输甲程度业受雇的员工概况，平均薪水超过6万，比顶一摆调查阁提悬。不过，公共汽车客运业受雇员工创历年新低，每个月总工时是198.6点钟，是运输甲程度业各大业别当中上悬。公车客运专业会后续表示，希望对客运驾驶工时进程有点春秋，互劳动条件更较好。另外，按提悬运价，互驾驶能加薪。我们预定在6月底公路客运的运价调整。我们现在正在找学者专家来帮我们看看怎么样的精算。国道客运去年已经调整运价，专业会认为，在地一般道路的公路客运要适时反映成本。公路局表示，除了补助业者招募到明年1月，开放交外省驾驶大客车部分也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劳动部正在修法当中，预计最快6月份会来做公告，正式的那个申请招募的部分就能够执行。公路局分析，修法了后，有想要到1个交外省，经过考察培训了后，有个差不多半年能上线。初步估算，开放了后，初期能为规个产业补充差不多600个人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